即馬民眾真愛出國，唔做飛輪機票起價啊！大家買就是聽丟丟。這油錢大起，航空公司要甲這燃油附加費調懸，也要來減少航班啊！這民航局有統計講，這個月呢，逐禮拜平均是取消52.6個航班。對民眾講呢，對這中東戰爭到單，機票已經貴千通塊，會繼續起哩。也有旅行社因為這航班取消，等來替旅客刷到別團，那陣真正是無得出發了，一寡成本，等到是愛家己來吸收。交通部長陳世凱就表示，無得要求航空公司唔通減，那總有困難會提供協助。真濟自由行的旅客攏會家己去咧網絡訂機票，不過高小姐講，因為10月要出發去日本大阪旅遊，一年初去網絡看機票來回都要14,000。伊講自從中東戰事爆發了後，機票是一直起價。我3月底實際買的話是15,890，漲了大概1000多左右。慶幸說那時候有先買，就是現在買的話又會比當初看的價格更高。若是旅客買機票變貴，旅行社嘛受到衝擊。內部人員講，本地3月初真濟作業的同仁是無用得提前開票，這個月初7了後，所以因為航空公司一寡航點開始減班，都要加班協調旅客改團。如果轉不了，在國外的不管是訂房啊，還是交通的提前的付訂的那些損失，變成旅行社自行吸收。為蝦米旅行社人員講，除了要承受減班引發改團的無方便，後半年的政客狀況嘛無理想，真濟企業本地要觀光旅遊，即馬攏暫時停落來觀察，估計差不多2成到3成的訂單受影響。根據民航局的統計，今年熱天逐禮拜平均飛航3029班，4月逐禮拜取消7.3班，佔總航班數差不多0.2%；5月逐禮拜取消52.6班，佔總航班數差不多1.7%。交通部沒有這個力量去要求各國的航空公司這當然不是要求。困難上面，我們如果可以協助的部分，台灣的交通部跟民航局一定會做更好的協助。想要避免去拄到航空減班，有專家建議講，買機票的時陣，選核心機場還是傳統航空，較袂去拄到減班的情形。長程線的燃油佔比比較高，只要載客率未來沒有達標，或者是造成飛一趟虧一趟，那航空公司自然就會縮班減班。專家指出講，較會減班的重災區，閣有真濟航班在飛的低程航線，航空公司有可能為着省燃油含人力成本來合併航班，會有民眾去報旅遊不便險來增加保障。記者綜合報道。